太师啊，岁部筹办，你有何高见？臣以为，若天下不伤，互争互逐，方可优其志，利其家。故奏请官家下旨，重设皇商选拔。府尹大人，今晚皇商之事如何了？江陵府做事，一向防微虑远。皇商岁部关系到江陵布商颜面，如今靖良战事告急，府尹大人派我来，正是要告诉各位，此次皇商选举需谨慎。乌兄何必在意什么底牌？把苏家搞垮，乌家就可以拿到皇上生意了呀。有时以退为进，反而利于局势。我苏檀儿誓夺皇上。